黎明陪咗摩天輪幫 fans 執袋，全場洋蔥大合唱。Leon show 唞咗一日，流連喺摩天輪邊就會見翻 Leon 噶啦，你睇。尋晚大約7點，Leon現身同4個中獎嘅 lucky fans 搭摩天輪。講過塞車最緊要淡定，位高嘅 Leon 搭摩天輪同樣淡定啊！見佢同 lucky fans 係咁傾，哇，上到天啊！話咁快3分鐘完晒，但係 Leon 展現 gentleman 嘅時刻又嚟啦，幫嚟自韓國嘅 fans 執翻個袋，好 gentleman 啊！幫完 fans 嘅 Leon 頭都冇回就閃啦，準備大約8點半開 show 啊嘛。以為越夜越有機，聽到 Leon 講金句，sorry 啊，暫停啦。每個人都有自己極限，我都有我自己極限。當我自己諗唔到咩講嘅時候，我就唔會強迫我自己去講，強迫出嚟，連我自己都唔信，我都唔會講。冇金句啫，但係 Leon 就話今場 show 就會出碟，仲講咗經佢 Facebook 訂就會送上門送簽名，部分收益做善事添啊！聽日星期6，後日星期1，星期1開工，再俾心機做嘢。Good luck everyone！希望你哋加人工，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步步高升，只要俾心機就做到㗎啦！核心嘅內圍同核心嘅外圍，全場大合唱啊！咁洋蔥 ，Leon 仲即刻爆肚改。我應該知道。